后来过来这件嘛是发生伫南投的草屯，是一件惊险的车祸。一个89岁老先生骑机车要倒弯，就为沙石仔车的后壁驶去头前。司机因为车身较悬，有视线的死角无看到，转到老先生撞倒在地。老先生的脚互车轮交过骨折。 沙石车头前有一台乌托摆，佫真晚，敢若是视线有死角，司机无看到。两台车相约了后，骑乌托摆这个人被弄倒在地，脚佫互链仔交过。司机发现讲弄到人，赶紧动店。救护人员一个赶到现场一看，这个89岁骑乌托摆的人，还佫载人，还佫伤势无轻。看应该就是有骨折的情况。 将队员赶紧甲指挥送去病院急救。惊险的车祸发生伫车九的中道，南投草屯镇的太平路发生沙石车去撞到乌托摆的车祸，双线顶过档看到当时流来火焰。伫附近做生意人怀疑讲是骑乌托摆人可能是要骑过双线才会发生交通事故。骑到比较外面那个砂石车都刹车不及嘛，就撞到他。冲黄线本来就不能这样骑啊。 警方表示，骑乌托摆的人当时是要倒弯为沙石车后壁驶到头前，司机因为车身较悬，无看到，才会甲弄到。外侧车道切入内侧车道左转，并且从同向左转的砂石车右后方移动至砂石车左前方。警方强调讲，骑乌托摆人无依照标线标志两段式的倒弯，不过沙石车司机嘛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才会发生这件车祸。车祸原因甲调查责任，爱过进一步的确认。 Hello， 我是主播王玉竹。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